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本嘅福气类呢个节目。今日大家来讲就冬虫了嘅概念，然后第四个是系融入嘅安全哦。当然，以看先生嘅世界为纳入嘅，希望系有些些他们感觉很多係容易是为自家以那深入来說。不過其實呢啲對於當多誒啲嘅事情哦，佢嘅來繞牆啲點解裏邊佢係類似聯繫國際自然嘅做事情家分享。大家好，我係佳佳。东方姨走在这度了位，让大家来谈谈用药需要注意的事情。也欢迎大家哈，说实在，这非常的重要，非常嘅重要，因为冻到嘅人，尤其係愛講退班人，凍而群線上嘅世界聽說為那肉嘅，好有。當學食肉嘅，係肉咧係冇時睇未唔盤得掉，其實都食肉嘅時節對肉片又唔係講當了解，先生講是對人講應該保存啊，嗱對嗰啲肉認識唔多，所以今日特別繞牆到家家嚟到節目地度，然後大家嚟講，所以大家基本應該必須凍從啦，聽錯愛談經啊，一開始啦，大家嚟講嘅係勞工英語。先嚟看一下勞工英語，基本上大家咧分享嘅勞工英語係講看病愛對媽，食肉愛對絲，就是大家可以猜得出它的意思嗎？就是看病的時候，通常看環境嘅時間要把脈嘛，對不對？對，然後我們講一啲食肉嘅時間也要有一定的時間服用。嘿啊，哦，尤其是你應該感受最深。像是說，如果說醫生開了會想要睡覺的藥，就是安眠藥。那如果說你是在睡前吃，那時間是對的。可是如果早上吃的話，怎麼辦嘞？你就可能會想睡啊。老人家早上出去公園的時候，會不小心想睡，會跌倒。你看哦，嘎嘎馬上就給我一個非常好的例子。第一時間咪講勞工英語，然後大家嚟講，你看先生其實會看mắt啊。就咪點到底形容應該真條，不過因為食肉嘅時間咪會對視哦，咪上多食，然後形容其實啲唔都要當到嘅字形然後地形然後有大家嚟分享，不過你一時見嘅勞工英語，好做得哈，做得。講起見嘅勞工英語，其實好啦，大家嚟講到底肉嘅形容一開始先讓大家嚟講，姐姐，你肉其實要分凍到種。來講嘅，你講嘛個牛皮水改肉，我說的是，比如說處方簽啊、成藥、止瀉藥這種分類，對不對？我們在台灣的部分，藥品其實是有分3級，那它就是依照藥品的安全性是跟它的藥效來分級，有3級。那可以看到我們這個表格上面有處方藥、指示藥，還有成藥。那他們的分級就是看說這個藥它的藥效的強或弱，它的副作用是多還是少。那如果是藥效最強、副作用最多，就是我們所謂的處方藥。那處方藥就像是有些人高血壓，他吃的血壓藥、血糖藥、安眠藥、抗生素這樣子。那安全性最高的，然後民眾是可以自己去買來吃的，就是成藥。我們會有可能有自己去買過綠油精、白花油、萬金油，那介於處方藥跟成藥中間，叫做指示藥品。那它的藥效沒有處方藥那麼強，對，然後它安全性呢，也是比處方藥來的安全一點點，可是它是不用透過醫生看診，可是你也不能自己直接去買，它必須要透過藥師要教你怎麼吃才行，像是普拿疼、善存、維士比等等之類的藥。這邊還寫香港腳的藥膏，對，有很多種，所以大家講到呢一片，大家是咪知道講哇？其實家家講到都清楚，簡單來講是你看線上咪講哦，你以納肉哦，我們會在那邊等嘛，我們會叫號嘛，對不對？你是不是以納到肉說哦，藥師就會說哦，你上串細胞盤血、水膜簽血，然後是線上開補你，那是有處方簽的。聽一種是你講的，那我要幫鄉親朋友都問一下，大家有發現嗎？我們現在很容易看到電視廣告，有沒有？它有哪桶？牛皮水我們就會有一個藥，好像可以去吃那種綜合感冒藥，安用感柔的。安用感柔，大家又發現我們去到藥局也是這樣，我們就可以自行購買了啊。可它屬於指示藥，對不對？像電視廣告的話，它有一些是成藥，有一些是指示藥。
哦，那不管是如何，你买药的地点一定是要在合法的场所来买。哦，像指示药的话，你一定是要在药局里面，对，透过药师，药师会询问你说，你哪里不舒服？对，然后我去帮你确认一下，说你现在适不适合吃这个，那要怎么吃，我会跟你讲。来了解嘞，所以讲大家系讲去到药局，我们一般家里附近都会有一些简单的药局哈，去到嗰边卖肉嘅时候，大家会讲哦，我牛皮水，我听哪同大家是会卖到指示药，不过因为现场有药师。一定要有药师，所以药师可以指导你哦，你走的是俩，比如你牛皮水，所以其实它不是一般的成药哦，但是因为我们购买取得有点相对简淡，所以大家就觉得好像是成药，对不对？韩国有一点要来跟大家说明，就是指示药的部分也许说我们今天看到广告了，我们觉得说啊，我现在的症状就是要去吃那一个，可是药师会帮你看说，你这个好像不是吃这个药就可以的哦，你应该要去看医生哦。所以我们也是在帮民众做把关，就算你今天买了指示药回去吃，我们也会跟你说，如果你吃了过了几天你没有比较好，你还是要多转去看先生。所以你系老你甲乡亲朋友讲嘛，所以讲系讲大家去到药局去买了，都嘛甲挑哪同甲肉啊，牛皮水甲肉啊，我还建议大家听错的门线从甲肉四门都咪咪细细，莫想讲去甲买肉是哪里写哈？因为以前供需材料我们都会以为那是成药，其实根本一赌价肉是按分享是大家是的，其实不是成药，它是指示药。你看我们现场有很多是家带来改药，对不对？像这些药，有些上面是有标示的，每一种药，它其实你买来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外包装上面，它有没有写。那现在你拿的那一盒，那大家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是成药，因为它写得很清楚，有没有？成药，对。有吗？他开始讲哦，那这就是随的第3级比较和缓的，你可以自己拿来用的，对不对？你可以自己去买，可是你自己买的话，你也是要看清楚上面的说明，再来用。那如果说你真的买来了用了，症状没有比较缓解，我们还是要去看医生。长了哟，你看哦，等下没黑，对不对？哈，这个药哇，你要认真看，其实上面还是会有写。对，大家都有写，像这上面就会写出一个像指示药，哦，所以还是要看清楚它的说明，对不对？大家不要太轻忽。像这个指示药的部分啊，就是我们可以不用到医院看诊，不用请医师开处方，那我们在药局可以直接去购买的。OK， 从李亚款呢，就是这个就很清楚有写到了。这个就是一定是医师才可以开的处方签的肉个，对就是要请你要先去医生那边看诊，医师有开立药单就是处方签，对。不过讲到两片大家有发现吗？我们大白会讲，你看我们讲到系处方签改肉个指示药到成药，我们常常会谈到一张名词叫做管制药。对，管制药感觉上好像比处方签还要困难，按用改港购就是好像它又更严谨了，对不对？管制药物，对，没错。我们所谓管制药品，它同时也是处方药因为它已经要来管制了，它一定是药效很强的处方药嘛那我们管制药到底哪一些东西会被列为管制药？就是说，它今天有可能你吃了。有可能会上瘾的，或者是说它可能会影响人的精神，会有产生幻觉的，或者是说政府认为说要来加强管制的药品，叫管制药。对，我们这边有药品管制药品的分级。对，其实恭喜财报有管制药品，大家听起来就会觉得那是一个比较严谨的药物，就像嘎嘎讲的可能会上瘾。可是你仔细看这些药的名称，我们也其实蛮熟悉的，对不对比如讲两种突就你看到几份时机，体质体二体上体时，体质机就是最强的，最需要加强管制的、最严格的比如讲这边第1集讲的是吗啡。
对不对？好，那我这边呢，我要来补充一下，就是说哈，像我们如果听到管制药品，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是不是一般人不会用到？其实是有可能会哦。那可是也不代表说医生开给你管制药，代表说哦你病得很严重，也不代表说你吃了就会上瘾。那只是说它就是可能会有造成一些上瘾的风险还是怎么样，所以医师就要帮你管制安用。对，其实还有动作改地穴，然后大家都分享，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再来讲。上段节目讲到管制药品，对，其实就像嘎嘎讲不是说管制药品就是要生病很严重的人使用，其实不是，也不是说你生了重病就不能使用，其实它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关系，对，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到底这4级？走的。好，那我们先来看管制药品它分4级。那管制最严格的就是第1级。那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可能就是吗啡。对，吗啡的话呢，最常用在就是癌症的病人他很痛的时候，会用吗啡，医生会开吗啡给他止痛，然后。吗啡这个药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它有所谓的耐药性。你立马改黑耐药性吗？我可以猜猜看，意思是黑讲，比如讲你一开始的时间只用一点点就够了，可是等到你后面的时候要用到多一点，才有办法煮，就是让你不这么痛，然后越用越多，是这个意思哈。一开始你吃1颗。动又好，可是呢，你等到吃了久了，你慢慢会觉得说，为什么吃1颗感觉没有以前那么有效？你可能要吃到2颗、3颗、4颗、5颗。可是你知道吗啡的这个剂量如果越多，它的副作用可能会越来越高。那它最危险的副作用，它会抑制我们人的呼吸。如果你不知不觉，你为了止痛，你吃了很多，可是你的呼吸就被抑制了，那可能会导致死亡这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必须管制，要由医生以评估以看，到底你要用量多少，然后仔细的去看这样子。第2级然后再来讲到第2级的部分，像是有芬坦尼、可待因。芬坦尼的部分的话呢，它是很有效的止痛药。那我们如果是开刀做手术的病人会来止痛好，或者是癌症的人，医生有些时候也会开这个芬坦尼，可是就是因为它很有效，那变成说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我没有吃不行啊，我会有可能他就会很依赖这个药，像是另外可待因的部分，它是同时可以止咳，很强效的止咳，又可以止痛。像有些人冬天感冒咳嗽，一直咳，咳到你胸痛、很痛、全身痛，那医生可能会开这个。可是就是因为他们的效果真的是很好，那如果说没有在医师、药师的监督之下来使用的话，那不小心就会有点过量依赖这样子。再来第3级的部分 FN2。就是我们俗称的那个迷魂药，迷幻药，对不对？是不是？迷魂药，因为它是药效很快的安眠药。那如果说你喝的饮料别人加进去了，那你可能喝了，你立刻就睡着。对，很快，可能10几分钟。再来 K 他命的部分可是它本身是用来麻醉跟止痛的。对。可是它本身另外的副作用就是说，会造成你的人很兴奋，甚至会有产生一些幻觉。那有些人可能就把它当成毒品来用。那利他能、专思达这些，就是现在有一些小朋友他有所谓的过动。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部分。那在这个部分，它为什么需要管制？就是因为它药品的成分
跟安非他命很像，那大家可能会吓到，就说那怎么办？对不对？可是如果它是用来治疗这样子的疾病，就是在那样子的用量，对。在医生开的剂量内来用的话，它其实是很安全又有效的，所以我们才会说管制药品，如果你来用，不代表说你是很严重，或者是你用了你就会上瘾，这是不一定的，看需求。第4集，再过来是第4集的部分，好像我上面有列的史蒂诺斯、尤乐丁、赞安诺，这些都是大医院里面医生常常帮民众会开的一些所谓镇静安眠药，就是吃了会想睡的。是。那最下面的 RU486就是做人工流产的时候会用到的药品。那这些药品其实都是要来加强管制，不然如果说开放民众自己来使用，那可能就会有一些危险。所以就像嘎嘎讲，这个当然吗啡我们很清楚，我们讲到第4集好了。第4集，像史蒂诺斯这样子的一个安眠的药物，也一定必须是经由医师开处方签，然后很仔细的告诉你如何使用。你讲走的纳斗，对不对？我们这些管制药品，它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处方药，一定要有医师开处方，就是要先去看医生的意思，总不得自己去买。OK， 不过讲到了哈，所有改乡亲朋友可能是会对你讲管制药品又好多改了解，因为他就是担心那个副作用，所以你也好好谈嘎嘎讲的不会哈。前些线上讲用因是用因是莫去加来点听。不过讲到了片，大家是会发现，你以量安用改管制药品的时间，因为你有拿处方签，就会觉得等比较久。因为它过程比较仔细，对不对？这边要来说明一下，为什么说领到管制药品感觉比较麻烦？对，它手续真的比较多。对因为在我们领药的时候，先讲来调剂的时候啦，就是我们药师在配药的时候，我们必须帮你一笔一笔登记，今天是谁？你的身份证是几号？用了多少？那我原本100颗，用掉几颗，剩几颗？我要先来登记好哦。那等你来领的时候，你还要用专门的管制药品专用处方签，医生会拿给你，请你到药局去领药。那你领的时候呢，你要拿健保卡，而且我们还会请你签名，因为有些时候你知道。如果生病比较严重的人，通常他可能没有办法自己来领，那家人来领。家人来领的话呢，我就会要跟你借你的，要拿那个家人病人本身的健保卡，身份证也可以，健保卡就好，因为它就是一种身份证明。然后呢，领的人签名哦，不是说。你帮你的家人签名不是哦，因为我们要知道说，这个药是谁领走的，例如被陈佳佳领走了，对不对？对，像实名制一样，对不对？OK， 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这样子，所以呢，我们那个花费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可是就是因为它很重要，我们必须要这样子做。所以乡亲朋友会讲，那你又必然那安用改管制改肉品，我觉得大家要有耐心，好不好？要有耐心，总那种为什么那么久哈？因为这就是对你好，这是咪咪谁谁而凶谁。说到这边，我们现场那个也是嘎嘎带来的，对不对？那4盒是不是就是管制药品？对，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的药啊，上面都有写管1、管2、管3、管4那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药品的标示都是非常的清楚。对，那我们在领管制药的时候就必须要遵守我们这样子领药的流程。那如果说任何用药不懂的地方，当下我们就来问清楚如何来使用这样子。对，因为做埋今天的讲到咪塞哈，其实东东应该是柔改直接解析，他没有这么的仔细，反正就也没有在看说明，然后也没有在看上面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指示，因为一般就会觉得说，反正药嘛应该还好这样子。其实我们还有动豆改实行走在讨论，比如说我们要怎么样去保存药物啦，或是怎么样去吃我们拿到的药。我们先讲这个药物的保存期限，其实药物是有保存期限的。
对，其实你看我现在药盒上面，它每一种都会有写它的有效期限，可是你真的是放到那个有效期限吗？其实不是哦。我们一般啊，像我在发药的时候，那民众会问我说，那我这个药我带回家可以放多久？如果你今天是药丸一颗一颗的，有弯，那它是我们会建议最多不要放超过6个月。OK， 对，不管你是胶囊的、定剂的，不管是用透明的袋子装着，还是说有那个透明的塑胶壳的，都是不要超过6个月。那有些时候，等一下，因为很多人会舍不得啊，我们板凳对不对？动因为讲，哎呀，你要揉啊，反正啊，线上狗俩挑那桶啊，我没有吃完，我就冰到冰箱，因为这是头痛药，我舍不得丢，还白挑那桶上走拿出来洗，不可以，对不对？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因为你每一次的症状，可能不一样，情况不一样，你的用量可能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你真的不舒服的时候要去看医生，而且你的药带回家，并不是说你一直放，就可以用，甚至是有些人会觉得你放冰箱，它可以摆久一点，其实不一定哦。我们在领药的时候，如果这个药要冰，我们会跟你直接就是说这个药要冰，没有冰会坏掉。现在其实99%以上的药品都不用冰，对。可是呢，就是我们的长辈就会觉得说，我把它放冰箱，恐冷。可以摆比较久，像冰菜跟冰肉一样，可是就比较不会坏掉。放冰箱里面会有一些问题哦，你的冰箱的湿度是比较潮湿的，药是怕湿的，所以不见得会比较好。所以我哋係叫你得到懂從了解知識，還有乜嘅會了解，你聊下，等下張總會講。基本上大家都講用肉解地穴哈，大家看一下我手上，我手頭其實非常多解肉嘅，哇，好多哦！這個就是一般來講，你可能性上解世界有可能為納豆解肉的長相，對不對？我要來考習考佳佳，一定考不倒他，應該是要佳佳來考我。像這個都是像口服藥，我們先講，像這個是磨粉的，對，大家很容易就拿到這個就有藥粉，對不對？其實這也有保存期限，然後這個是口服藥，對不對？然後還有水劑，就是像有時候藥水、感冒糖漿那樣的東西。它像這些不同形態的藥品，其實我們帶回去放的時間長短都不一樣。OK，像我們義理姐手上有拿到藥丸的部分，超多。對，不管它是用塑膠袋推連的。或者是它是有這樣子塑膠的排裝的，我們都是建議民眾最多不要放超過6個月，就是半年。半年。那如果說我們今天的藥是已經磨成粉，變成藥粉包，對，我們也有些時候吃中藥會有中藥粉，這種已經磨成粉的就不能放那麼久，我們建議不要超過1個月。眾親朋友，從那都安用改中肉粉嘛，改肉的總得超過1張頁咯，1個月後我們就要丟掉，怎麼丟？等一下再教大家。對，是不是也有以前像這個小時候誰改時間，這是塞劑，對不對？對，最常見的就是拿來用來退燒的塞劑，塞在屁股，對嗎？對，然後這個部分我可能要說明一下，就是我們塞劑的部分啊，它上面都會有它的有效期限。要上面有寫。如果說你是沒有打開來用，你可以放。你可以看到它有效期限是什麼時候，可是我們還是建議說，你半年內沒有用完的話，一樣都是處理掉。我理解，不要說那個有效期限係新一嘅10號，你就一直撐到9號，有沒有？還覺得還在保存期限，意思是講，因為藥品是吃到身體裡面，所以就是請用半年為主啦，對不對？剛剛藥粉有講1個月，好，這個也是一樣有保存期限。你們的家裡沒有像我們醫院給藥吹冷氣，溫度、濕度的控制都控制得很好。那如果說那個塞劑如果摸到是軟軟的話，
哦，我们可以建议民众放在冰箱，让它冰，这个就可以放冰箱。对，可是那个成分不会说因为它没有冰就没有效，只是因为你摸到软软了。不好塞，那你才把它放冰箱。对，你上台节目有讲到吼，因为肉嘅唔係從啲脆啊、肉啊，大家袂想講，唔定用因處理，唔定用因保存嘅時間是變到變相，係冇好誒。不過這個可以，因為主要是因為這個是塞劑，因為它如果拿出來軟軟的就沒有辦法塞，所以變變相係不硬硬啦，不是說可以保存，對不對？就這樣還挺臭嘅門呢，就是這個。眼藥水、沐浴水，我們不管是去講。日本立行改時節凍好賣嘅沐浴水，係冇時去其他魚豆嘅藥局，像是買這種眼藥水，或者是不是指示藥的，是成藥的這種眼藥水，大家都放好久哦。其实这个是错误的示范哦。真的吗？对，那我们这边有说明啊，你的眼用药，就算像你的手上的眼药水，还是有些人是眼药膏，你打开来之后，我们都建议1个月内要把它用完。因为你眼睛是很脆弱的东西，你眼药水开封之后，它跟空气接触了，细菌有可能会跑进去，因为眼药水里面可能没有放防腐剂，对，好，所以可能有一些细菌滋生，所以如果超过1个月，我们的眼药水还有剩下来，我们都不建议用。真的，因为你想想看，如果说你卖的该种沐浴水，你怎么可能1个月用完？我的说的不是你要去看医生的什么结膜炎那一类的，是说有一些。其他的眼药水，怎么可能1个月每天就滴完了？所以可是就像嘎嘎讲你如果开封了，它就接触空气了，因为它没有防腐，所以1个月内要丢掉。对啊，千万不要舍不得啊，梦盼得啦。到这边也有讲到像外用药膏，外用药膏也是对不对？对，一般来说药膏啊，你其实我们除了药粉之外，其实你大概外用药膏的话，原则上你也是放半年，或者是说你这一次的疗程就把它用掉。那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我们在领药的时候都会跟你说，你如果遇到它变色了、变质了。那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用。那如果说我们民众没有办法继续用了，那很常我们会接到民众会说，那我这个药没有用完，我要怎么处理？好，那现在就是来教大家如何处理废弃的药品，这样子。我觉得为大家把新闻讲，某是体解肉，某用体解肉的用因的处理，还算是很有概念。动动引起的某处理是讲不要啦然后就丢掉了。这样子是不可以的，对不对？我们要慢慢的用清波来讲，我们要慢慢去建立我们对这个药品的知识，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处理呢？容易处理。好，我们应该是要先来这样子讲哈。OK， 我们如果说你今天啊，你可能想说，家里有一些药，你不晓得该如何处理，那你可能可以打电话回来，跟我们讲说是有哪一些药。最简单的做法是你领药的时候你就先问，因为像有一些管制药品，你就没有办法自己处理。了解。对，那我们今天教大家在家里可以自己处理的，就是一些慢性病的药、高血压药、感冒药、糖尿病的药。这样子，所以师兄嘎嘎讲你量柔改时间填充门还提好改，可是那个药袋要留着对不对？你不要莫讲等容易起现门的时间，那个什么药你都记不住，对不对？药袋要留着。对，好，我们现在教的是比较简单的，还有基础的，什么？那我们这边呢，就是像这个啊，可能就是有一些民众就是不小心吃了药就有剩，那我这边就来示范一下。OK， 那我们呢要在家里自己来处理这些废弃药品，你就首先你要都确认说这些都是不用送回医院处理的。OK， 那这些的话就是 OK 的，那我们会有吃剩的药丸，我们就找一个夹链袋，夹链袋就是它不能会有漏的 ，OK， 因为你可能有喝剩的药水也要倒进去，所以不能会漏的。然后如果我们是药丸或是胶囊，它是有外包装的，就必须把药一颗一颗真的放进去，还要拿出来。外壳的部分就是当一般垃圾来处理。那我们不可以整个丢进去。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就是因为
你整个丢进垃圾桶，那下一个人看到说，哎，这个是什么什么药，那我刚好需要，他也许就会拿来用。所以我们这样子做的目的就是说，我们需要让他无法辨识，才不会说可能被谁乱吃拿来用了。OK， 对，所以这样子放进去，然后那个就变成一般的垃圾。对，这个丢一般垃圾。了解。那我们有些时候像小朋友感冒的药水，对，也许一次喝可能只喝半瓶，剩下的半瓶不晓得如何处理。好，那这个药水的部分啊，如果有剩的，我们一样也是，不可以倒马桶吗？不行哦，那不可以在洗手台吗？洗碗槽？因为你这样子的话，它都会可能会污染到土壤跟河川，所以这个是绝对不能的。好，我宁愿你送回来给我，我帮你处理，宁愿送还给佳佳，也不要自己处理。对，那如果说你知道你现在是家里可以自己弄的话，好，那药水的部分我们也一样。倒到这个夹链袋里面，所以你的袋子不能会漏的话，你又污染了哈。那有些时候我们糖浆啊，里面是黏黏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拿去水龙头让它冲洗一下。那冲洗一下的水，一样也要再倒进来这个袋子里面，因为那都含有药的成分。OK， 都是含有药的，不是冲完之后就丢到那个水槽，不是哦，不能随便处理。好，那如果说你已经把你所有的药，都已经都放进来了，你会发现说，哎，那这样子汤汤水水的，那可能怕它会漏啊，会怎么样？那家里如果说有用过的厨房纸巾或是咖啡渣、茶叶渣渣等等，我们可以把它塞进去，稍微吸水一下。好，那这么做的原因就是说，我们不希望这个药再被其他人使用，然后也不要造成污染。对，好，那如果说它这样子吸湿的差不多了，你整个把它封起来，然后等到家里的垃圾车来，你亲自看着这一包。跟着垃圾车，那现在因为很多的县市都是焚化处理，所以这个药拿去焚化，那就不会有污染的问题。OK， 所以你真的是拿着垃圾车，如果在前面，你就会说，来，两包很柔的，那不你亲自的请他把它，你看着他是在他被分类处理的，是这个意思，就是确保没有人再去。吃到这个药，哇，真的嘎嘎给你讲的非常改清楚哈。我想这个知识其实我们以前可能知道，不过我们要落实去做，我们真的要稍微用点心，对不对？好，大家听做去做，所以吼，你家乡亲没有今日堂刚刚讲，大家是会了解讲，其实肉品呢，对你家用因来使用，使用过后的用因来处理係非常重要嘅，非常感謝大家來到呢片，有機會就好邀請大家來到呢邊來分享其他嘅用肉地區。當然，感謝，謝謝。哇，希望今日嘅宣佈動態哦，聽聽下來嚟做論壇了。喜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簽站，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哦。